其實係俄羅斯添啊，分分鐘係唔出奇嘅啫，唔出奇。係嘛？因為其實另一邊嗱呢一篇 MS Now 嘅報導，佢係獨家訪問咗咧，就係伊朗嘅外長。伊朗外長嗱，你睇標題幾恐怖嚇！伊朗 is receiving military cooperation from Russia and China。咩叫 cooperation 啫？即係其實就係總之就係軍認咗㗎啦，認咗有軍事支援㗎啦，即係話。係咯，係咯，認晒啦，已經係。即係而家最大危險咧，就話你原本以為炸散佢，導致 regime change，咁而家唔得啦。咁你炸到佢散晒，跟住就諗住宣佈勝利走人，即係召完你攞咗着數之後就走人。原本就想咁嘅特朗普，但係點知伊朗咧就唔俾你，你又想啦嚇，揾完着數咁快想走啊咁樣，咁啊封鎖防疫障礙海入，咁跟住咧就提出3大條件添，所謂啊，咁你即係而家令到美國騎虎難下。美國而家嘅做法咧，特朗普咧，我哋開始嗰時講咗，就話希望將件事咧包裝成為國際即係輸油路線嘅保衛戰。你哋個個都要幫手啊，唔係淨係美國嘅戰爭嚟啊，就想咁，即係將件事咧由美國。即係同以色列搞起嘅戰爭啦，就變成一個全球，你自己都要諗下自求多福，要為咗你如果要自保嘅，你就派艦隊過嚟啦咁樣，即係將件事全球化。咁同時咧，伊朗亦都似乎將件事全球化緊喎。一方面佢而家承認俄羅斯同埋中國有啲幫助俾佢喎，咁其實係玩緊火嘅，其實成件事係好差嘅，其實係。再加埋佢而家炸埋阿拉伯地區其他地方，阿聯酋啦，係嘛？即係同埋伊拉克咯。即係而家美國同埋伊朗啦，都實際上做緊啲嘢，將成個戰爭咧，將佢擴大到區域化、全球區域化、全球範圍。咁你有大鑊㗎，好大鑊㗎啦已經。仲有啦，就Donald Trump第二樣嘢啊，我係非常之唔同意嘅，我係反對嘅，即係佢係解禁俄有1個月，呢樣嘢係大鑊嘅，只要你開咗一條路咧，你根本上你想停都難。因為你而家咁做法，咪鼓勵俄羅斯繼續支持伊朗打落去，咪就係咯。係啊，呢個咪就係咯。你諗下，佢如果你開放俄油嘅話，佢即係有錢回籠，然之後可以令佢有能力喺烏克蘭撐落去喎，即係話。係啊。即係佢而家咪就係咁樣咯。佢呢個其實你兩個戰場已經 cross over 咗㗎啦，咁樣搞法係。即係你點決？我真係唔明特朗普點決策㗎？佢對內閣真係。咪就係佢一言堂咯，咪就係一言堂咯，就係頭先即係做咗先算咯。其實就係 CNN 頭先所講啦，就係你個決策小圈子啊，係嘛？因為佢自己就係咁，就係長官意志啊嘛。以為好快搞掂揾着數啊嘛，而家發覺預算盤打唔響即係着對咩鞋都要你指明方向嘅係嘛？即係你咁霸道嘅。咁而家你伊朗咧就講到明喎，係咪？呢個外長講到明喎，我哋已經有military cooperation。I'm not going into details of that 啦，係嘛？我唔講清楚係乜嘢啦。但係呢啲合作即係包括3樣嘢嘅。政治、經濟、even 軍事方面，軍事方面佢點名中俄係嘛？咁而之前咧都有記者問啊 Donald Trump 係嘛？喂，你究竟你知唔知而家俄羅斯？你而家你解禁佢啲俄油，你知唔知俄羅斯幫緊伊朗㗎？咁佢專登講一句説話咧，就想淡化佢係嘛？就話啦，唉。佢又唔否認啦，佢唔敢否認啦。幫少少啫，係嘛？幫少少啫。咁我哋都有幫烏克蘭啊，唔係啊，而家烏克蘭幫緊你啊，其實係。係啊。即係佢講錯2樣嘢，即係佢同埋咧，烏克蘭尤其澤連斯 offer 話幫手打無人機嘅時候咧 ，Donald Trump 唔想領呢個人情啊。梗係唔想啦，佢夾阿澤連斯基咁樣向都。係啊，佢係提到佢多謝都唔講佢既然講多謝咁緊要啊，係嘛？佢多謝都冇講句啊！唉，過得人過唔到自己嘅啫。係啊，個問題就係話佢既然俄羅斯喺伊朗戰爭裏邊，嗰係因為伊朗戰爭可以翻身嘅，係嘛？即係可以突然間成局牌唔同晒，係嘛？即係喂你搞到連印度都唔買佢油喎，即刻經濟崩潰啦，係嘛？咁而家唔係喎，而家印度嗰啲中牌又解禁翻喎，因為開咗呢一場戰爭之後，咁然之後你對於普京嚟講，
我話肯幫手，我主動話肯幫手，你話肯接受嚇？你話30日，少少30日啫。喂，俄羅斯嚟講啊，佢舐得呢30日就要多30日，最好就越長越好。所以呢，而家你表面上即係你見到嘅就係伊朗嚇嘅即係嘅軍事指揮去中心化嚇，表面上好似係咁，但係實際上我覺得呢，既然伊朗真係冇個實質可以操控大局嘅話事人嘅話，我甚至乎覺得好可能係俾俄羅斯操控埋添。老實講，30日好短嘅咋。美國係頭先你係28號嗰日，2月28號開始轟炸伊朗。今日3月14號啦，香港時間3月15號啦已經。即係已經過咗16日㗎啦已經。30日講冇16日㗎啦已經，仲有14日㗎咋。你真係你想捉隻你而家你捉隻老鼠入米缸，你想停都難。呢場戰真係。而家係停唔到啊，似乎係即係唔係？所以而家你話喂開放啲開放俄油俾你任買唔嬲啊，係嘛？咁而家首先啦，即係你歐洲咪話我又唔會買噶啦，係嘛？義不食周粟，係嘛？咁但係印度會買就唔同晒啦，係嘛？而家就係話義不食周粟啦，因為佢覺得就係話最後尾都玩到自己嘅啫。咁就唔會自己揾自己笨嘅呢樣嘢就係，而家反而咧就係我就係話啦，其實最重要咧個因素咧，你要睇下以色列點睇，佢肯唔肯停？如果佢肯停嘅話咧，咁其實我覺得停嘅機會係大啲嘅，係嘛？即係因為而家特朗普咧，佢個人主觀都係想停㗎啦。個問題就係好難談嘅啦嚇。但係如果你俾開放俄羅斯有就話咧，佢又驚以色列亂嚟啊嘛。係啊，嗱，因為以色列而家嘅最新嘅講法係嘛，已經唔同晒啦，係嘛？咁啊又即係殺咗軍事指揮層，有戰略成果係嘛？即係而家伊朗啊要重新咧就係軍事即係要重建都要搞好多年啦，係嘛？革命衛隊又分裂又成係嘛？咁啊就其實咧美國當然想停戰啦。因為油價升咁Donald Trump 壓力大咁都想停係嘛？咁而內塔尼亞胡嘅最大風險就係你點樣轉態？之前講到咁大，又話要咧咩？而家歷史戰勝利啊，咩存亡之戰要改變中東啊，係嘛？而家結果就係3樣嘢都做唔到，伊朗政權又在。仲最大鑊就係伊朗唔變，最大鑊就佢啲羽翼唔變啊嘛！啲羽翼咧而家先搞緊你啊嘛，真主黨啊、哈馬斯呢啲未消滅到啊嘛，係嘛？咁你個問題就係話你而家政治問題就係話你打咁大場仗，結果係為咗啲咩先？係嘛？未炸到伊朗稀巴爛咯。同埋而家咧真正喺度 active 嘅戰場咧升緊級嘅，其實就係喺黎巴嫩嗰度，喺度搞震嘅真主黨啊嘛。係啊，咁所以而家你就好難搞啦。而家就係咁，你睇下你接唔接受咧呢個成果咯，係嘛？你接受呢個成果嘅話，咁你咪就完美收場咯，係嘛？睇下有冇咁嘅機會啦。另一邊而家問題，伊朗固然亦都騎虎難下啦，最慘就美國自己都騎虎難下啊嘛。而家係啊，咁另一邊廂啦嚇，咁就係其實嗱中國呢一邊點睇咧？中國自己冇出聲，但係明報就訪問咗呢個人民大學外交系教授阿王義毅，咁佢就講就而家咧就嗱3月底侵襲會啊嘛係嘛唔係呢個係啦侵襲會咁到期時咧Donald Trump到訪咧，中國又會更加多籌碼喎。阿侵你搞亂咗自己落牌啊嘛，係啦，阿侵又接連咗攞咗更加多嘅咩？又呢個委內瑞拉、巴拿馬運河之後，原先你諗住就係話強勢訪華啊嘛，而家就好似有啲落胎雞嘅感覺喎。弱勢訪華而家係啦，咁我覺得弱勢又未至於嘅係嘛？即係如果你宣佈勝利，其實依然可以保持強勢嘅。問題你肯唔肯收科啫？係咪唔好解禁俄油？解禁俄油會更加大鑊嘅。個問題就係你去到即係有冇地方要英國要中國啊？中國政府有求於你，咁佢會讓步，定係話你有冇求於中國，所以你就要讓步咁解啫。咁而家嘅問題就係話，即係你而家搞到俾伊朗呢件事搞到嚟到深陷，
你都好難有咩新要求啦，係嘛啊？咁啊就但係中國有冇要求於你咧？咁呢個大家可以諗咯。嗱，你睇下呢個王義毅點講啊？佢有嗱，即係佢雖然唔係代表官方，但係我覺得佢講嘢有啲代表性嘅，其實係即係呢啲就係叫做係非正式、非官宣嘅代表性啦，係嘛？咁佢就話喂就某程度上 Donald Trump 咧就嚟緊今年年底11月嘅中期選舉咧，其實而家嚟係有求於中國嘅。只要俾美國喺面子上面過得去，可以對內宣稱勝利嘅話咧，中方完全可以喺實際行動上保持彈性嗱。哇！佢咁講喎，即係好似代表外交部講嘢咁樣喎，講到咁大口氣係嘛嗱？即係我就懷疑佢咁樣講係授權咁講啦，被受到即係被授權咁講啦。咁佢就預估啊，即係中美近期傳出波音買500架飛機。有恢復採購呢啲大豆，都可能會成為咧成果嚟嘅。而喺台灣問題上面，呢個王義毅就話Donald Trump 嘅核心關切咧，只係喺台積電落唔落喺中國手上面啫。而北京希望兩樣嘢，而呢兩樣嘢都唔係過分嘅。好似第一就係希望你公開表態反台獨，令到咧。習近平外交上面有即係起碼有成功爭取，起碼有面啦，係啦，有翻啲面子啊！拜登都唔肯講嗰樣嘢，你講係嘛？拜登都冇講反台獨啊嘛，你講喎係嘛？第二就係延遲對台軍售啊！美國唔可以自打嘴巴，不過執行層面嚟講咧，可以靈活處理嗱，即係呢咁講嗱，佢講呢一句説話咧，我覺得習近平先至有權講嘅喎嗱，即係佢話。美國當然唔可以自打嘴巴撤回對台軍售啦，但係執行面可以靈活處理喎，例如5年之後交機或者產品唔合格，理由拖延係嘛？即係所以我就係話王義毅講嘢唔係普通學者講嘢嚟嘅，係嘛？即係佢諗到咁仔細喎，佢講到係嘛？即係你大家都可以喺政治上面宣佈勝利。但係細節上面你咪自己去玩咯，係咪啊？我話知你之後點搞啊，係嘛？咁北京亦都希望Donald Trump 咧就制約下高市早苗啦，就讓台獨失去空間啦。所以你睇下佢講嘅內容係咪好有代表性？呢個王義毅講嘅嘢係嘛？咁至於即係中國對於伊朗問題上面喺譴責美國咧都刻意留有餘地，唔會好似。俄羅斯咁強硬，主要考量啦，就係在於伊朗太反美啦，係嘛？而家我要丟啊嘛，係嘛？咁樣嗱，即係其實佢個重點就係講呢啲啦，王義毅，即係你可以照賣，但係咧就即係你之後你點樣拖延你嘅事啦，係嘛？咁但係而家 Donald Trump 又真係照賣喎，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就透露。就話 Donald Trump 咧喺川習會之後咧就會批准呢個。而家唔賣住，遲啲賣，去完先。係啦，去完先賣，去完川習會即係先至就話去批准呢一個140億對台軍售，另外有60億非對稱防禦能力就待定，非對稱就係因為勁啲嘅武器啦，係嘛？唔知會唔會搞鐵穹系統嗰啲啦，係嘛？咁就話有熟悉內情人士就話，咁Donald Trump 就準備咧。就係會批准愛國者3型導彈，就其實而家缺貨嗰啲其實係而家連呢個即係韓國都要即係調落去呢一個伊朗嗰啲攞翻嚟回水回貨同埋即係國家先進型地對空導彈飛彈系統，咁呢度就140億啦，係嘛？主要就係講呢一啲啦。就即係台灣嗰邊咧就話已經有初步協調啦，即係已經即係差唔多係雕好咁滯噶啦。咁即係至少台面上面嘅雕咧就冇得變噶啦。咁係咪王義毅頭先講嘅嘢代表到習近平先？係咪呢種咁靈活嘅處理方式係咪代表到習近平先？